有對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教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我同你大家都關心兩個主題。上半場我哋討論係蔡英文總統變外交，下半場嚟看到加泰隆尼亞宣布獨立之後嘅爭議。為大家邀請到你嘅老朋友張國祥張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感謝教授過禮拜來到你節目現場嗬。上半場嚟討論一下蔡總統呢下變外交，佢禮拜對你太平洋嘅友邦佢討嘅三個國家，看到佢嘅馬紹爾、圖瓦盧、嗱所羅門。我會好奇講，呢下時間總統講我去太平洋嘅友邦，係咪要輸到乜個錢子？啊要做乜個？你明明要嗰位要留在友邦，之前馬總統也去都要去，佢樣討嘅三隻，你下地度從時間點，從佢去嘅地方，你做嚟看出乜個？我想一點可能係呢，當事國家嘅考慮咯。當然無去嘅三個國家並不代表其三個國家就有某個問題啦。好，譬如講，剛剛講到南太平洋有6個國家，佢一百去嘅馬紹爾、圖瓦盧，還有所羅門。有另外三個無去就係基里巴斯、諾魯，還有帛琉。不過諾魯呢，其諾魯嘅總統今年又嚟訪問台灣。所以講諾魯應該相對來講，也係較穩定。我記係石油無名單記錄嘅國家。諾魯就曾經有同台灣斷交，就調回中國，後來又調咗轉來。所以不過一擺看起來，諾魯嘅經驗佢有來，諾魯嘅總統經驗有來台灣。所以代表諾魯穩固啦。所以一擺講無去嘅三個國家並不代表講佢就會有某個問題。可能完全係一種嘅時間嘅考慮咯。因為他家己都講總統佢本身都台灣佢也有同道嘅事情。佢講一條國家雖然講係人哋邦交國，但係距離當然咯，實在交通唔係一方便。所以你講6個國家全部喺行一邊，實在一種嘅中間嘅交通嘅安排也唔係一簡單。其他地方冇共樣，因為佢都有太平洋嘅中間。都係多國啦。多國，但係呢，幾多國家實在人口唔係一度，所以你講要天氣嘅飛機要避到嘅片一種嘅安排唔係非常容易。所以我想一擺去三個國家，主要係呢一種嘅行程、總統嘅體力一方面嘅安排，我知道可能也係重疊。我拖到10年尾、11月初呢下時節，當講去到呢位係咪要接觸到乜個錢子？我想。錢子大家一般可能知嘅就會同中國之間嘅外交戰啦。因為記得19太陽結束。不過我同大家報告一種外交戰當然就都會發生，當然就都會進行。都係呢邦交國當然進行，冇邦交國家也當然都會進行。外交戰呢時就都會進行。當然就可以講中國就想去把呢個邦交國劃走。也當然就冇乜嘅變化。年就都會爭，所以講，有啲國家20多人嘅邦交國，實在也冇講哪一隻邦交國，絕對要就一定要同台灣建交，絕對不能同中國建交，也不存在安尼嘅絕對性啦。所以任何嘅時候就有可能會發生變化。但係另外一方面嚟講，講全世界所有嘅國家，講有啲國家也同中國有邦交，那把佢外交把佢整起過來，也唔係唔可能。所以一種係就會到一個變通嘅一種嘅連發嘅情況，我想，所以大家談到講某個社會同某個國家斷交，也當然大家唔希望看到一件事情。不過要了解就會國際嘅現實啦，因為中國以下佢係一個大國，你講呢邦交國冇任何嘅國家講絕對死就冇辦法同中國建交。絕對不能夠同中國發展關係，並冇存在安尼嘅情況。所以到這種情況之下，大家就都有方面都會講有幾成樣都步步為營啦，就係安尼啦。既然我看總統了解去三個國家佢獨到嘅態議，你分別來看你看到馬紹爾佢哋嘅總統來親自來接待。不過另一方面，大家關注一點係前門一站到所羅門嘅時節，既然獨到前樣嘅佢哋嘅美國嘅總理搶人獨到這個美國成員對佢唔信任案，到底你有冇有按度好嘅事情，也係其實後輩有人係對佢安排嘅。我想呢邦交國其他國家有其他國家嘅內政啦。一種尤其係所羅門群島，佢係內閣制嘅國會隨時愛倒閣，不信任案我想一點也唔係可以完全掌握嘅啦。對外交呢種有可能事前今年唔知呢件事情。我想。
不管用诶安排去访问哦，而且距离也当然吼。你讲因为嗰條內部有乜嘅問題，就唔去訪問吼，一點都看唔冇。因為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表示講係種看水機啊，吼，尤其係影響邦交一講較困難哦。你講吼無乜嘅條件，無乜嘅資本講唔去看水批啲國家，所以批啲國家嘅內政，當然就冇辦法管理，所以一啲訪問係啲正常。意思就係講，我同一啲國家係非常友好，不管蔓延出來，之爭就會同樣嘅友好。我想一種立場、一種態度係必須要即係確定嘅啦。所以不管佢內判樣嘅，只要佢冇明白講，其實係去訪問就會去訪問。除了訪問對象之外，人點敬拜呢個總統出訪大家都會關注一件事情，是很多國際外交、嚴肅嘅國際外交。你阿伯你看到你阿網轉來嘛，聽過冇轉來？迄個時節國際美國嘅夏威夷，結果當難得咧看到美國竟然開放全場本媒體採訪，像我嘅印象當中啊，做新聞按當然，你阿記因為嚴肅像無按好嘅談議，係咩有種長途也算係美國本年嘅利益。我想也了，我同意啦，好，一譬如講，佢而講統嘅話，就係講從馬英九做總統嘅時候開始，去到美國過境，而係這種嘅限制就慢慢的越來越不用看啦。以前有一段時間，去到嗰邊不能有乜嘅公開嘅行程。前總統連下飛機都也不能下飛機，還有也愛幾萬個人要電到美國咧，非常多嘅限制啦。也不管用嘅，至少去到美國，講幾萬個人大致上佢哋較無限制嘅。然後尤其係人家哋當地嘅人，唔講見佢哋會過去講嘢，佢可能係有一啲嘅問題。但係唔講見也台灣人、台僑，基本上越來越冇到嘅幹，所以一定慢慢係一種進步。一般來講，可以講佢去到夏威夷，伊去參觀珍珠港。珍珠港，他家己都喺美國咧一個重要嘅軍事基地。然後轉來嘅時候，佢會過境關島。關島咪係一個嘅軍事基地。也就講，一擺最特殊嘅地方就係有許多嘅地嘅軍事基地。一點對台灣來講，可以講雙擺人嘅兩朝台灣嘅政府重要官員要公開要看法許多美國嘅軍事基地可能已經我40-50年前蔣經國做國防部長嘅時候，去到美國記得時候要去看佢哋個軍事基地，我看已經加研究咧。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幾乎就冇公開一行程講去參觀佢哋個軍事基地，一點可以講冇啦。蔣經國係對國防部長因為也未做總統嘅時，也未做總統嘅時，而且嗰個時候係要邦交啊，所以一點嚟講，當然係一啲從他嘅進展，從他嘅成就啦。難怪蔡總統會講，呢下係台灣同美國關係親好嘅時節。我想不管樣嘅人哋外交關係內部人不管做樣嘅努力對外切都要擺上面。一聽我講，一下喺關係當好，而且一下看起來佢到美國一種嘅種種嘅一種嘅歡迎也好，再替嘅台僑同佢見面而且美國完全可以講係不再主動。然後呢，到當地嘅媒體我嘅報講，一就會很多 president， 很多總統，台灣嘅總統，過去呢，去到嗰邊我發案嘅新聞，美國就會有意見，一擺看起來也已經不做任何嘅這種嘅反對嘅態度，我想一點係一個動態進步。我從正面來解讀呢件事情，我也贊成總教授嘅分析，係講我用美國嘅兩面說法來看呢件事情，咁有可能留沙下來。全部愛去中國呢件事情有關係，佢對去中國以前成本一啲嘅看起來像些些好處本感受到我哋嘅生意，因為沙後來我哋到中國去可能因為談出乜嘅。我想一點可能冇必然嘅關聯因為一下佢川普一段時間我嘅觀察佢對中國也冇乜嘅特別嘅新嘅政策、新嘅看法。然後一段時間亞洲嘅問題過去他家知道北韓像問題當嚴重。不過從佢舊年國慶到一下要點下來，要談到相對嚟講較和平。然後一部拖呢要報道講美國政府已經同北韓開始接觸嘅，要接觸一種美國政府佢也冇否認，北韓也冇否認。也就是講北韓問題也看起來已經較和平。當然人家不能排除風險有乜嘅事情啦。但係他嘅趨勢看來應該冇乜嘅大問題。然後也咧
美国看起来吼，一方面最近吼对啊中国也冇乜個新嘅政策、新嘅批評，所以我判斷一擺嘅川西會吼，應該係一個這種唔可以話嘅邊境先創嘅重大嘅變化嘅會議，尤其係中國一下吼，19大佢爭判完，吼新嘅19判完之後吼，新嘅政治局委員除咗習近平。李克強呢兩個重要人物，因為其他全部換過。一擺川西會等於係佢要帶定一條佢所有嘅新嘅一條人吼。小基本川普。哦，小基本川普。吼，一啲情況吼，可以講，吼美國政府也會圈起嚟咯，來看到一新一代嘅新一批嘅中國領導人吼，吼一條實體領導係乜嘅情況？吼，習近平同一條人嘅互動咁樣嘅，一爭係一擺川西會嘅重點。所以，哦，你冇乜好食嘅。我想之前係講到有 TC 公佈嘅可能性。我想 TC 公佈可能性並唔。既然美國出來否認啊。哦，佢美國也否認，而且以前有3個公佈吼，佢怎麼冇有公佈？看美國同中國一下發展關聯哦，從1970年算到一下會50年嘅吼。8.17上海建交了，甚至。也不過就3個公佈，而且一3個公佈吼，大擺就會國際局勢吼有重大嘅變化。好，將會有一3個公佈。好，第一個公佈，好，上海公佈，佢開始要同佢來往了。好，結束一越南戰爭，然後美國同中國開始來往了，所以第一個公佈。第二個公佈呢，好就會建交了，佢承認，好，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唯一中國合法嘅政府，很大嘅變化。第二個公佈，第3個公佈吼係蘇聯，好，嗰個時候俄國去打阿富汗，好，一美國前面要同中國合作。然後中國也提出承諾講，絕對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好，所以前面3個公佈，啊，第3個公佈已經係1982年啦，而家也已經30多年或40年咧。一中間呢國際形勢發生一啲大變化，就係1990年冷戰結束嘅。嗰個時候冇TC 嘅公佈，所以而家講2017年有安下一個國際變化冇。看起來冇啦，哦，民進黨也沒提拔執政嘛，哦，2000年佢也執政，哦，執政去年2016，哦，佢也當選嘅，哦，今年川西會已經飛過1度嘅，哦，也冇啊，所以我想，哦，冇國際情勢冇按重大變化，哦，要 TC 公佈，哦，如果對台灣有乜嘅負面嘅影響，我想啊，可能較樂觀。既然教授家講到19大人事確定以後，新嘅接班人選要小基本川普啊，電腦會想到講，既然按樣之後，係咩？蔡英文總統建講嘅兩岸互通嘅新模式，做得開始建立嘅，也係看到有乜嘅現象要都個做嘅。我想一點吼，兩岸咁樣嘅互通吼，可能一主動權吼，係喺到中國方面啦。啊，因為中國方面一下佢看起來吼，係很多冷火，也就講和平嘅做法，佢係喺繼續三通，佢冇停止。嚇，觀光佢也繼續一多年來台灣。然後留學啊，乜嘅貿易投資嗰度就繼續供養，嚇冇乜嘅變化。所以但係個政治上佢下較冇同人接觸，嚇佢頂多私底下派到人到台灣來觀察，嚇佢冇乜嘅正式嘅接觸。所以嚇一種情況看起來嚇對台灣嚇雖然人知道依一方面有一啲嘅障礙，但係一並不嚴重。嚇中國一直都講唔啱冇決定愛改善一種情況嘅。一種嘅統計啊，所以他家唔啱冇乜嘅急，佢也冇乜嘅急，所以慢慢嚟講上，嚇一種馬上會有乜嘅變化，嗬，佢中國可能佢也唔會按留意啦。嚇，當然中國仍然是有變通，嚇，譬如講，嚇而家佢政治局嘅常務委員多為呢啲事呢，他家提到很多汪洋，嚇汪洋咯，嚇內天啊，佢應該會主管很多全國政協，也就是講以後對台灣嘅工作，嚇。最大嘅事情當然係習近平決定啦，但係你上嘅執行狀嗬，可能就會汪洋。嚇，一汪洋，大家知道，哦，佢係一兩樣嘅人咯，一般從佢過去嘅記錄，佢係一個經濟派，嚇，從事經濟發展，嚇，也較務實啊，所以啊，同台灣一片也有認識嘅雙人，所以看起來嗬，佢係呢行一個較和平咯，較穩定嘅套路嗬，啊，看起來對中國係呢目前嘅政策。OK， 好，希望張教授到上半場針對蔡總統出訪所帶來詳情的分析。謝佢下講笑，南一重點都看到加泰隆尼亞宣布獨立之後爭議，先了解下，讓佢轉來。
家我轉到討論的現狀，其實咧關注係加泰隆尼亞宣布獨立這個爭議。大家都有啲咧學到10月27日，憲方結果加泰隆尼亞佢哋是表決通過講，獨立嘅變做一個共和國。明明前幾日西班牙同加泰隆尼亞兩邊都有行讓下來講，要來和談嘛嘅，因為行到呢一條路，結果唔看西班牙是反制嘅，宣布用憲法155條。講記住你哋嘅自治權，你喺外來講你哋重新選舉。你也算係加泰隆尼亞低度偷拍錯誤形勢嘛？我想有一啲咧啦吼，因為啲一擺公投判嘅時機點吼，可能唔係當好，因此投票率唔拉高。你講時間唔好，因為佢當然以下並唔係講最多人支持獨立嘅時候啦，所以投票率按大。實在一種獨立公投吼，國之間當到國家吼。從殖民地變到國家，要經過獨立公投嘅過程，但係有啲時機要做好，因為你判過110派吼，講再來吼，佢就當難嘅，因為你啲無國，魁北克、你看蘇格蘭是咁樣，無國且都講你理由唔足嘛，你支持度唔足，就鬧麻煩。然後呢，你本身嗰種嘅籌碼資本吼也唔拉。即西班牙政府其實對咗看準嚟講，假設你喺9場嘅人出嚟投票，然後9場嘅人真正獨立嘅話，跟任何嘅作為吼，就面對更大嘅反對。而家看起來咯，4場3嘅人出嚟投票，9場嘅人贊成好，不過差唔多30%人、40%嘅人支持獨立，跟其他60%嘅人咁嘅態度咯，所以佢就要把握。就咁採取一強硬嘅措施。而家佢講按辦一次之前辦持守體咧，持守體以後假設講你還要反對再辦一次之前再慢慢的還本，一步一步還本，我就等即個重操一種籌碼。所以一點可以講西班牙政府一擺係佔上風，而且其他幾個國家歐盟佢普通嘅態度，因為左先反對啊，係要自己咁左先反對咯，因為西班牙係有一個有憲法嘅國家，而且而家佢算係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歐盟嘅態度就係講，你喺西班牙現在嘅憲法唔加太嘅人也要參加去制定，也要本一條自治權，所以講你一推出等於係以前嘅嗰種嘅支持贊成就唔合法，一同親民體冇咁樣，親民體咯。當到喺冇參加母國憲法嘅制定啊，你就填本人佔領嘅，你就變親民體，冇自己參加母國政府嘅國會啊嗰度，所以你獨立係正常。但係你西班牙佢要國會要本嚟加泰人來參加嘛，憲法也要本來參加嘛，所以你一脫離冇乜嘅脫離，而且歐盟呢度國家因為你假設加西班牙成文嘅憲法可以唔脫離，就等於違反人家成文嘅憲法。假設一變成一種案例嘅話，因為歐盟嘅憲法佢本身，歐盟係有憲法嘅他家就冇嚟贊成，他家就嚟脫離，嘅歐盟會解體啊。因此都有啲情況之下，我想歐盟嘅態度就變咗非常嘅冷淡啊，甚至係反對，我想也係動態嘅問題。我這理解家告訴更多嘅是講，做唔得老加泰隆尼亞看做係親民體嘅呢一種身份，當然佢哋唔係。問題係講從民族自覺嘅角度來看呢件事情，講唔講加泰隆尼亞有自家語言，有自家文化，我用呢一種民族，我可以發展我自家國家，呢一點嚟出發，係咪行得起一齊？我想最後多條來嘅條係你會獨立啦，講言因為不過可能要當久啦，就唔係講一下宣布就有辦法，但係不管樣嘅你啲地方尤其都歐洲你講我宣布獨立就已經等於係一裂痕嘅啦，一種字把佢拆開，就算把佢用貼布個眼皮來，貼布眼皮來，你就睇到一種字已經拆開嘅啦。我想一點係已經判過一擺公投，經過一擺永遠就冇辦法再像以前安尼啦，已經分裂咧。但係一種分裂要持續用擺久，用樣嘅姿勢，用擺嘅長時也冇人可以預測。但係可能要當久啦。但係我知道歐洲不管樣嘅國家越來越多啦，蘇聯也解體，東歐也從嘅南斯拉夫也分到其他嘅國家，以前嘅捷克也分到其他嘅國家，即我講最後總歸係你會幫佢離開啦。不過時間點並唔係你最近看得到。我想也可能就要當久。既然咁樣，我點都行得好奇，做乜嘅對加泰隆尼亞低度偷拍嘅人其實印度係面對歐盟
全部的国家都唔会支持佢哋。國際方，你看美國當然也反對啊，根本冇人支持佢哋嘅聲音，佢哋係硬愛到呢下時間咁做，就是講佢有乜嘅理由，本佢哋愛到呢下時間做呢件事情。我想吼，根據國際關係歷史吼，任何國家獨立以前講主權嘅國家就贊成佢獨立吼，有啊冇？幾乎也係冇。吼，唯一較接近嘅伊咧，可能就以色列啦。但係以色列佢嘅 TV 係託管啊。吼，英國管佢，啊，天數管佢，限了本佢獨立嘅，所以佢要獨立嘅英國意見講啊，夾去獨立吧，難得管嘅吼，跟其他國家當然唔會有意見。有就講吼，國際法香港某個國家獨立吼，其他國家吼，經常嘅立場就會當被動啦，吼，佢唔會主動去贊成，或者係主動去反對一種你動手，但係獨立以後。好，他家就會聲音，比如蘇聯解體以前，好，你講歐盟他家有贊成，他家也冇啊。但係獨立以後得來聲音，冇講獨立以前就話有一種人嘅聲音，動手啦。我按樣係因為一隻新嘅國家嘅產生，對其他國家來講，咁會有乜嘅損失？做乜嘅大家會企到下唔贊成一隻新國家產生嘅態度？因為大部分嘅國家佢國內吼就唔係講完全非常嘅統一啦。吼，仲會有有骨牌效應，也有骨牌效應啊。譬如講，以下人講亞洲嘅國家來講吼，你講國內吼種族吼，去完全講冇個分離主義嘅國家吼，啊，看得當少啦，可能日本、韓國的事啦。日本連北海道都有人講要獨立，甚至也有人講獨立，琉球也有人講獨立吼。所以世界上所有嘅國家完全國內非常嘅團結，講冇人愛從我獨立嘅吼。並不多啦，吼，因此他家仲會是講，哎呀，硬係支持其他國家獨立吼，冇咩點到頭來吼，吼，誒，國內自家我有人要獨立，但獨立不管用嘅吼，對於咧現有嘅國家來講，佢內部變化就狀態，哦，所以吼，任何國家對伊個獨立啊，總係有一定嘅維持現狀嘅立場啊，吼，你講歡迎佢去獨立，吼，唔夾佢離開吼，限得看到啦，我從加泰隆尼亞立場來看呢件事情啊，我係做得理解。迄個我就去到西班牙呢一片，我檢討一下西班牙，因為我看到對20差不多0809以後爆發有災危機嘛。其實沒有種長度是加泰隆尼亞吃到我哋本西班牙拖網的。我之前西班牙是歐洲4國其中一隻啊，佢哋話後生人的生育率，它都會50%。用呢一點來看，係咪西班牙你下看佢哋？一部分嘅本源分割出去，其實西班牙自己嘅負擔有自己樣錯。冇錯，安尼是當正確。嚇，但係咯，為到經濟理由吼，你睇較艱苦嘅吼，我就要同分家吼，一點都韓國本人反對，因為做乜嘅咯？世界上國家各國經濟就又高又大啊。嚇，假設講啊，經濟唔好，你就要分離，跟所有嘅國家。點都唔願意看到有一點，唔但係呢一點啊，係冇公平措成嘅，因為外地嘅企業人繳嘅稅比你哋總體繳嘅稅多按多，唔過外地本土嘅資源、數度嘅好處，係冇對點啊。佢可以講吼，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就有呢個問題啊。嚇，你講比如講德國就好啊，德國係聯邦制嘛，佢後面有較富庶嘅邦，有較富嘅邦，絕對係有嘛。嚇，假設講遇到經濟問題嘅話。哦，其實都講，安尼係咪一種鼓勵？佢也唔願意。佢係有無強用民族嘅問題啊，講喺法人也法都無強用啊。係用不同民族，比利時也有民族問題啊。嚇，你講嚇意大利嚇，佢咪有一種南北嘅產業嘅問題嘛。嚇，你講法國嚇巴黎嚇佢特別發達，嚇巴黎嘅人咪當叫知道無公平啊，或者嘛嚇跌步其他地方嘅人按多。所以講你講歐洲國體哦，你講發展咧冇平衡嗬。吼，一種嘅情況，幾乎大部分嘅國家就有啦。吼，假設講唔遇到一種理由而獨立，吼，點都係韓國嘅就唔想我看到啦。我記得還有一點論述是講，西班牙中央政府對馬德里，我哋巴塞隆納姆都比馬德里還要好，我變嘅速度還要好，我叫佢說變嘅速度還要多。即我即個我就要財跳啊！嚇，講巴塞隆納人講，我要財跳發展我嘅經濟，中央政府那不能講，不能發展嘅經濟啊！嚇，所以我就較有財跳，所以像美國也一樣啊。美國講各族之間經濟也差得很多啊！嚇，有啲位族就較苦啊，所以川普幾乎80%選票啊。嗱，有啲位族就相對經濟較好，我到美國係個嚇無強樣族嘅經濟差咁多呢。嚇，所以一種地方發展嘅情況嗬，尤其係一下現代國家。
现代国家尤其迄种诶欧美国家吼，政府无办法讲像中国哦，计划经济。强制讲啊，要发展某个区，发展某个地方。虽然发展个地方一开始根本无经济嘅收益，还要发展。吼，一种嘅国家力量当强，欧美无办法，吼，只能自由嘅吼国体去安尼发展。所以当然有啲地方就动富，有啲地方就冇辦法。嘅冇辦法嘅地方，較苦嘅地方，人就自動走到去較富庶嘅地方。然後結果其他地方惡性循環，還較苦